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拓啊。观众朋友，世界各国疫情拢咧转好，即马开放边境是全世界的趋势。咱台湾嘛要来改变做法，6月15开始入境检疫改做3天隔离加4天自主管理，较有路的规定，咱今仔日会来讨论。疫情依然。台湾防疫是有咱家己的风格，万项毋是煞就做，拢是经过评估，稳啊是。这咱嘛已经惯势啊吼，即马国外又搁出现病毒变异株 BA.4 甲 BA.5， 新的变种搁较高传，敢会影响到咱开放边境甲未来疫情的发展，嘛是咱今仔日讨论的主题。嘛，搁最近咱咧烦恼囡仔人染疫好利了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的症状，随网发生的几率敢若1/1000，因为咱对于无介了解，自然会烦恼心。今仔日咱就来讨论疫情末期加需要咱来关心的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医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医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医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进来看吼，陈时中指挥官确诊，即马伊的职务副指挥官陈宗彦来代理吼。今仔日本土是增加45000人，即马快筛剂已经有够压吼。4月15开始快筛徛名册取消身份证的分流。嘛，个6月15开始入境检疫改做3天的隔离加4天自主管理吼。总是即马国外已经出现到 BA.4 甲 BA.5 的变种吼，敢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边境的措施吼。咱今仔日嘛来讨论。另外，这个3+4的政策吼，最后4天需要伫同一个地点吼，这嘛使人互人来批评哦。过来，咱即马在烦恼讲囡仔人染疫好利了后，有一个多系统发炎的症状，到即马已经累积8例吼。专家咧评估可能搁较增加，这嘛会互咱来烦恼。咱今仔日要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先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本土的确定病例有45081位，那比在这之前的是比较少一些。那境外移入的部分有29位，那死亡个案的部分有109个。新增的中重症病例总共是378例，有109例的死亡个案。那这死亡个案当中，有慢性病史的是占105位，没有打满3剂疫苗的是占66位。在边境这边有首次拦截到这个新的变异株Omicron BA.4 和 BA.5 的这个病例我们上周总共有针对境外移入的病例呢定序57例其中有4例检出是 BA.5， 1例是检出 BA.4那目前来讲还没有看到有这个扩散的一个情形。不过因为都是在边境这边拦截到的，我想应该这个会外扩的几率是蛮低的于住宿式的这个机构，我们要定期来提供这个公费的快筛的措施住民的部分每周定期来快筛2次，那也透过这个视讯诊疗，那身体有一些状况那一切身体状况呢，虽然有一些症状是有一些症状，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很好。周医师，咱看到今仔日疫情记者会，毋是陈时中指挥官咧主持因为陈时中指挥官确诊不过疫情发展到大咱的这个中重症率犹原是共款死亡率嘛无较悬总是今仔日看到有咧批评讲咱的防疫是无及格周医师，若是你来看疫情2冬外到大，咱的处理你会安怎来评估咧？其实咱即马这个疫情其实伫咧2冬外前伊全世界拢开始嘛咱即马伊即马的时间去看疫情啦未来咱都是爱准备嘛所以讲即马若讲要拍分数其实我是感觉讲咱台湾是做了袂歹啦，但是整个若疫情结束了咱再个检讨讲
虽然袂歹，但是还佫无好的所在无。因为咱甲外国无共款，就是讲吼，咱较慢，咱守边境守了较好，所以世界各国吼咧军架的时阵啊，吼，咱即马咱迄个时阵还佫有一段冰晶的迄个时间伫。啊，咱伫迄个冰晶的时间，到底有准备啥物代志无？还是讲吼，咱过咱的生活，等甲佫入来的时阵，像旧年的5月突然间入来，是毋是吼？迄个时阵医疗量能变做有较安一些啊？啊，迄个中间到底咱吼有进前有咧准备无？还是迄阵早吼临时了，再要调一寡人起来，安尼是毋是有一寡错乱吼？所以这吼后摆拢会使检讨啦吼，因为这个疫情吼，咱互咱的考验吼，有真侪咱会使学习的所在，尤其是个病毒吼，伊是一个新的病毒，咱对伊拢无啥了解，莫讲对病毒无啥了解，对这个预防下吼，咱嘛无啥了解。吼，有个人吼嘛是真侪人讲哦，注意防啥，你即马做啊，后摆安怎啦吼？其实这拢无啥物定论啦吼。啊，但是若是讲患者咧问的时候，我嘛是讲吼，你即马主要是你即马爱甲这安全度过，后摆的代志吼，咱慢慢再过来讨论。你若讲即关都无通过了后，啊，你咧想后摆的代志，其实吼这是假想的啦，是。洪医师，咱知影吼，面对着新的病毒，咱拢需要加减拢爱时到时担当，亲像17当前的 SARS， 迄个时阵咱唔知影这个隔离的措施安怎做，吼规个甲和平病院甲封起来，煞致使侪人死亡。因为迄个经验，咱17当了后咧处理武汉肺炎的时阵，有处理较好，敢毋是安尼？这因为这两个疫情啦，我当伊个人吼。拢有参与过，是无论讲咧诊所咧 SARS 的时候，也是我迄阵有参加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协会，迄阵阮这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就是李元杰院长，伊捌甲阮讲过 ，SARS 吼综合性的研究，美国的研究会发烧，才有传染性，所以大家就紧来量体温啦。是，这边吼，这个 COVID-19 吼。无人遮尔流烈啦，就是讲无发烧伊嘛会传染，有发烧当然高风险。所以当年吼伫这2年外吼，拢共款的问题。迄个问题就是讲，伊来源开始吼，拢无透明啦。简单讲来讲，应该到今大家共识就是讲，这支病毒是对中国出来，但是开始的时候中国。伊相关的这资讯，拢是较无透明啊。所以迄个阶段，咱拢共同做规个世界拢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引起的？伊是安怎传染？伊的传染性是偌悬？伊会造成到底是偌严重的问题啦？是。所以，咱经过这2边的疫情吼，特别是咱这边的 COVID-19 吼，台湾有迄 SARS 的经验，我相信应该。咱较有咧做准备啊，特别是咱今日看到这个记者会内底讲了，咱今日确诊吼本土的病例45000多人，死亡吼109个人啦。这数字吼，我其实感觉是某一程度用来互咱小可欢喜的一个数字。就是讲前几工咱拢讲是咧高原期啦。北部已经加较落来啊，南部搁在真严重。但是这个高原期，咱迄阵的确诊的病人吼，拢8万人、9万人啦。前几工有机会咱改成剩5万，将近4万外。是。那昨昏的5万，你我你来看伊是无真大的意义啦。因为拜六礼拜吼。有足侪诊所拢无开门啦，无咧服务。咱最近主要确诊的病人，拢是靠吼叫做快筛阳啦。咱用家用快筛伫咧厝诶，2条线，马上就叫周医师诊所联络我要通信诊疗，要请周医师来甲咱判断。所以这个确诊吼，伫咧诊所已经拢用咧做啊。以咱全国来讲，诊所对这个快筛阳的这个。确诊诊断吼，已经超占70%、80%以上啊。所以拜六礼拜有足侪诊所即无开门的时候，伊个数字落来，迄是真正常的代志。是。今日拜一吼，反映的是昨日啊，确诊的病人的通报。所以咱搁爱足密切观察，明仔载后日
是。那明仔载后日的数字若无落来，无搁增加的时候，伊代表什么意思？啊，是讲增加一丝仔的时候，伊代表咱这高原期应该有机会落来。是。第二个数字就是讲死亡数字，咱大家拢了解，死亡这样的一个人数吼，这人数吼，相对较近的这病人的这人数，伊是一个落后指标啦。哦。一般会较慢，差不多10天到2礼拜。是。所以，伫咧顶礼拜高原期8、9万，啊，看起来伊慢慢有咧落来，有几工伊咧落来的迄个趋势。但是咱的迄个死亡的人数吼，嘛是搁在伫咧向顶外爬起哩，甚至要一工要换200个，100还是偌济？是。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高原期确诊数吼，已经要到上顶悬啦，已经咧落来啊。但是咱死亡人数吼，搁共款搁起哩啦。啊，起哩了后，一般是讲爱透10天左右，伊才在第一周落来。是。啊，咱今日看的是109人啊，所以代表讲，咱的医疗的量能，咱的相关的这防疫的这作为吼，一个最重要就是讲，咱的医疗量能够高，啊，然后要减轻咱中重症的这死亡率，是，这最重要的。啊，看起来今日改善，有互咱一个小可较安心的状况，就是讲，死亡的人数咧降低，这就代表讲，咱的医疗的量能是应该 OK。啊，然后呢，规个疫情吼，某一个程度，改善互咱看到曙光啦。哦。啊，当然咱嘛是爱继续努力啦，就是讲一寡防疫该做的代志，每一个人嘛是爱认真来甲做好。是。观众朋友，彭康行到最后会看到这个上路尾迄个光吼，咱即马未输看有迄个光啊，边境嘛要开放啊，咱即马边境检疫要改做3+4，这个政策咱先来看报道。边境检疫期搁放零，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15拜三开始，陆客入境检疫天数为7+7改做3+4。不过各界就烦恼，做疫苗了后，效力伫3个月后会慢慢消退，加上国外 BA.4、BA.5病毒株疫情欠悬，疫情3个月后恐怕会搁定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个即使做很严格的边境管制，在几个月之内，新的变异病毒还是会进来台湾，而且这些变异病毒讲起来的话，它的症状都是比较轻微的。那虽然说会可能以后我们会碰到第2波、第3波流行，不过这个跟边境管制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指挥中心这摆入境检疫新规定，入境的人要有回台前48点钟内批写阴性证明，阳性无法度登机。检疫处所依然维持1人1户，或者是住防疫旅馆。各以同一检疫地点完成3天居家检疫加4天自主防疫为原则。有外界就质疑3+4后边4天只要2天内快筛阴性，就用出外工作或者是买物件。不过新规定煞强迫免换大个所在。学生、渔工或者是移工，那都不能出去。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规定，也会不会造成我们业者有一些在操作上会有一些问题。医师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新冠病毒确诊数咧大量减少，即马要考虑就是国外确诊数发生率甲国内发生率是毋是有真大无同？若是无真大无同，严格入境管制其实毋是正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咱来看入境检疫的新规定吼，即摆是改做3天的隔离加4天的自主管理。不过咱毋是做一摆就放零哦，总数有管制，就是逐礼拜25000啊，这是即摆的规定吼啊。若是检疫的规定安怎咧？就是你入境的时阵爱做一个 PCR， 过来3天，若是中间有出现着症状，就爱做快筛。过来4天是自主管理吼，这4天自主管理内底，你若是有快筛阴性的证明，会当出外去买生活的必需品吼，总是有另外一寡较有路的规定。若是讲移工、渔工、学生遮的人吼，因为伊群聚的风险较悬吼，伫这个4天自主管理的期间，袂当去上课甲工作。总是若是你是商务的人士，需要伫家己
有约束的这个规定吼，你会当去开会啦，也是讲去上班。啊，另外就是讲，你若入境了后吼，会当领2岁以上的旅客会当领2剂的快筛剂，过来上受到大家讨论的，就是4天自主管理的期间，你爱伫同一个检疫的地点吼，这个互人一人来讨论。先请教老医师吼，这个规定伫同一个检疫的所在完成这个4天的自主管理，敢是因为烦恼讲避免这个群聚的事件搁再重演？我想吼，咱这个政府伫咧安排这个进程的时阵吼，实际上拢一直一个字叫做真稳吼，真稳。咱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3+43+4的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政策。所以迄阵互咱看到讲，结果咱的病人无迄种足惊雄称足悬的迄个情形。是。所以3+4实际上是一个真好的政策。尾来才改0+7嘛，吼0+7。这个实际上咱伫咱国内底已经有看到伊的效果啊，吼。我想咱这个指挥中心为什么即摆佫共款佫推出3+4，毋是一开始就0+7？我想这原来一个重点就是讲稳，稳。这就是互咱的百姓讲，袂讲你一来就可能就有真大风险去互病人雄佫坐起来吼。是。咱讲说迄个BA.4.5吼，实际上就像拄仔个李教授讲的，一定会入来吼，一定会入来。你只要开放你的疾病证吼，咱拄仔本来是讲咱台湾96%的时候拢是BA.2嘛吼 ，BA.1从4月21号以后一直都无发现啊。即马开始有差不多4、5个，就都是 BA.4.5的病人入来，但是拢伫边境才冻掉嘛对吼。会留入来无？一定会留入来啦吼。你要开放，就一定会拄着。咱这讲来讲去的时候，就一个上重要的关键的所在，就是咱的医疗的量能有够无吼？是。有够无吼？咱拄仔洪医师拄仔有讲过，咱即马医疗的量能实际上是真好啦吼，真好。拄仔迄个数据是安尼吼，咱拜一吼。生成拢一定较低啦吼，每这几礼拜来统计拢是安尼，拜2就穿起来啦吼，拜2就穿起来，但是穿起来的时阵吼，因为实际上咱咧看这个数据的时阵，实际上感觉心安啦吼，安啦吼，因为伊无讲安尼直直穿起吼，死亡的人数会较后壁出来嘛，所以这咱是一定会拄着。所以像这种你3+4的时阵吼，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政策吼。你后壁即个幼路的即个规定吼，是毋是会当调整？我想会当大家会当讨论啦吼。你拄仔咧问讲，咱即摆政府的即个以防疫的即个成绩安怎吼？实际上，咱应该爱对的吼，毋是讲你即摆去找一个啥物所在去骂吼。咱不管啥物党啦吼，你来做，你讲我想做3+4的时阵吼，我啥物居家隔离的啥物迄个通知有无吼？万啦啥迄吼？每一个党来做拢共款啦吼，一定的迄个时间性，雄变一个政策的时候，一定拢会乱。这毋是咱去定的所在，咱来定的所在是定讲，我即马你想讲，我疫苗是毋是有准备好吼？伫啥物好的时间来做吼？迄个咱的就讲快筛迄个物件是毋是有准备好吼？我想咱要去检讨，应该是检讨这啦吼，应该是检讨这。咱的疫苗即马是安尼啦吼。咱即马开始要搁做第4针啊，开始要搁做第4针啊。咱即马是即个时机来做第4针，然后咱的后壁要来开放咱的国门吼。实际上即个时间是真水的啦吼，真水的嘿。好，观众朋友，咱即来看吼，自主防疫的期间，一寡较幼路的规定吼，若是无必要。其实是唔通出门啦。另外，就是2日内有快筛阴性的结果，会使去买生活必需品。另外，就是你若是出外共款，爱专程挂喙安维持社交的距离。商务人士甲你的头家有约束，会当去上班、参访、演讲，也是开会吼。共款嘛是爱专程挂喙安维持这个社交的距离。另外，就是食饭吼，你会当伫独立的空间内底孤一个人，甲特定的对象来食饭，这是伊较幼路的规定吼。就医师拄则
指挥中心李炳英医师有讲到讲，你若是用更较严硬的手路，这款的变种的病毒悠然是会入来咱的国门吼，这是无法度避免。啊，咱即马用遮的措施，3+4吼，这个最后4天，今仔日有互人批评讲，你这个落尾这4天吼，真恶管理啦。大家有照安尼做，你嘛毋知吼。总是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自主，就是讲唔免互人管的意思，敢毋是？是咱即摆吼，自主防疫吼，其实咱即摆国内都有嘛吼，就是咱吼，若是迄个密切的迄个较真正吼，咱的家人吼，咱嘛是会使选3+4还是0+7嘛。吼，就是讲，咱嘛是自主防疫，吼，迄0+7迄个7嘛是自主防疫，啊3+4嘛是自主防疫。那其实咱会使来两个来做比较啦，吼。比如讲啊，咱即摆规定吼，若讲吼，咱的家人有人确诊了，吼，啊我若注3剂疫苗了，我会使选择3+4，还是0+7。啊，当然迄个7后壁迄个7是自主防疫吼，甲这较无共款，是因为这有商务人士啦，吼，这甲咱伫个内底是无共款。但咱想看卖啊，吼，这个境外入来的人吼，伊要坐飞机以前吼 ，PCR 已经阴性啊，吼，啊入来先搁做一个 PCR， 吼，啊伊的风险敢会比咱即马即个确诊者的家人较悬？哦，可能嘛袂啊，吼，所以其实吼，咱慢慢放松是无毋对，因为头拄仔两位拢有讲到讲，咱的医疗人员爱去考虑啦，吼。咱即摆看吼，咱即摆数字吼，45000的迄个，咱迄个国内吼，啊，咱这吼国外吼才29个尔吼，啊，其实真少啦吼。咱即摆是惊讲变种病毒入来，但是变种病毒入来，迄李教授嘛有讲啊，迄是吼。家人国较咱嘛是有芳啦吼，啊你入来的时阵吼，可能嘛是会流行，但是伊的迄个症状吼更较轻微。啊，咱即阵若要开放吼，就是咱考验咱的迄个医疗量能吼。啊，其实你讲这29个吼，若是讲吼，伊去探别人啦，还是讲这29个拢变中重症，其实伫咱的迄个数字来讲吼，嘛是足细啦吼。所以这个开放的方向是对的，稳嘛是对的。但是有需要讲吼，咱看讲稳到什么程度，还是讲咱即卖这个3+4吼，时间免伤长。若看会使的时阵，咱其实会使甲国内遮的吼，咱的迄个隔离者共款嘛，3+4啊，你有爱讲啊，我注三剂疫苗啊，啊，遐个人伊的风险敢会比咱遮较悬？应该是袂，人个 PCR 都捌做。啊，咱遮的迄个家人吼，有较真正的家人，那伊3+4、0+7，伊注3剂，人伊嘛无去做 PCR 啊。反正伊有捌啊嘛，毋知影吼，咱就会使安尼啊。啊，为什么因爱较严吼？啊，所以这大家拢会使考虑来谈的啦吼。但是我感觉讲吼，若讲吼，什么拢卖惯伊吼，就是直接拢开放吼，迄是风险有较大啦吼。咱嘛定咧讲吼，以前差不多4月外的时阵，慢慢啊开始吼，咧放迄个防疫的迄个规定放较灵的时阵吼，咱嘛定咧讨论讲，咱吼为楼顶吼要甲楼骹啦，你是要甲跳落来？吼，跳落来看我骹骨会登去袂啦，甲伊拼看卖啊，还是讲咱要慢慢啊行落来？吼，咱是选择讲咱慢慢啊行落来较稳。吼，因为你跳落来，可能你骹手真好，你袂安怎啦？啊，若骹手无好吼，我是断骹断手的呢。吼，所以咱的迄个政策吼，我是感觉保守吼，啊嘛是爱个踏实啦。吼，可以讲吼，即马这开放到这个程度，你到这个程度安尼有道理无？吼，好有道理，但是爱伤久无？因为咱即马甲咱国内的即个吼隔离的迄个时间来讲吼，其实会使做一个比较啦。吼，因为咱国内就使安尼，咱即马国内做3+4甲0+7的自主防疫，敢若嘛无较吼，无较侪人流行嘛，吼对不对？啊，这自主就是讲，刚你讲伊也无啥物电子围篱啦，吼，无人咧插伊啦，有人嘛是拢造出来安尼啦，吼。但是吼，这就是咧互咱考验，若是讲有个人伊无管伊，嘛是造出来。但是咱的人数佫无称悬，代表讲吼，即个吼虽然会传染，但是对咱的迄个风险无讲介悬。啊，若是安尼，即个数字互咱时阵吼，再过来吼，慢慢啊开放，迄是袂歹吼。啊，即个讲吼，即后壁遮个代志吼，咱其实吼要去讨论遮个代志时阵吼，是毋是爱吼找即个吼业者吼，比如讲旅馆的业者，还是讲咱的商务的啦吼，啥物，还是讲迄个旅游业的啦吼。找因来讲一下，莫讲咱伫咧办公室内底想的，啊，刚刚甲定落去安尼。啊，你定落去的时阵吼，因就无参加的意见啦嘛吼。啊，你若讲吼，我定这是啥物意思？吼，咱咧开会的时阵，因若来，咱会使甲讲，咱的考虑点伫咧倒位？啊，你有同意无？啊，你若无同意，恁的迄个理由是啥？啊，反正你讲的理由我也接受，啊，无咱就来搁来协商嘛。啊，你若讲吼，咱讲较迄落的吼，咱的指挥中心内底来吼，咱专家来讲吼，咱
各行各业嘛，无讲遐尼专门的啦。你嘛是爱讲头一线吼，亲自比如讲咱这个旅游业一定无满意的嘛。你讲你安尼三叉时，咱嘛袂来这佚佗啊，无可能啊。哦，无可能嘛，你嘛是爱隔离嘛，吼，也嘛爱搁住喺防疫旅馆内底嘛，吼，也是讲吼，迄商务人士，也是讲啥物一寡学生入来吼，其实学校啦，现在吼，咱会使讨论啦。你若讲讨论较有路的时阵吼，即马出来讲，咱这开会开过啊，吼，啊代表性，当然嘛是还有人会无满意啦，吼，会去骂啦，但是咱代表性的人物，譬如讲即马地位中心，伊若讲要啥物措施的时阵，伊若找阮医师公园专联会，吼，啊，阮甲伊开会，阮甲一个意见互伊。吼，啊，这意见起码吼，有诶吼，伊是想袂到诶。是。吼，啊，安尼吼，较有路者，吼，较袂逐个出来，佫开始吼，甲你练。啊，其实吼，有诶人是黑白练啦，啊，有诶人讲诶嘛是有道理咧，吼，咱嘛是要甲听起哩，吼。啊，无要紧，即摆吼无做甲真有路，后摆若讲要佫做即款吼，较迄个有路诶迄个决定诶时阵吼，是毋是牵涉诶业者，吼，互伊一个吼，吼发声诶机会，吼，安尼做起来吼，逐个嘛较心服口服安尼。是。老医师，其实李炳英医师吼，伫这个记者会内底有讲到讲，考虑开放边境吼，因伫要义的是讲，伫国内染疫的几率，甲境外染疫的几率，若是国外若是国内吼已经较悬啊，开放边境就是需要的吼。若是未来佫较调整，你认为有爱参考什么方向甲指标咧？我想这是一个方向啦吼。原则上世界的趋势嘛是拢安尼咧行嘛吼。那个新加坡4月26个时候就开放啊啦吼。啊，韩国即摆嘛是拢直咧追，日本嘛是咧直咧追。为什么？因为这有牵涉到即个经济即个问题嘛。咱袂使讲咱为着即个你要甲拢甲硬要死啊，结果咱的经济就是以后就是直直因为你即摆愈早开放的人，实际上伊就拢。对伊来讲，就是愈有利啦吼。是。啊，即马这个咱拄有讲过嘛，讲有一寡物件咱慢慢来修正吼，慢慢来修正。毋是讲你今日安尼3+4，啊，就定落去就拢死啊，啊，大家都拢无啥物就是一直讨论的机会。啊，咱的政府我想应该是真开放的啦吼。是。啊，这个方式啦，咱若来开放的时阵，原则上应该是真好啦。啊，咱顶个迄个黄立明院长有讲过一个吼，就是讲。咱的内底的百姓吼，若差不多有10%的人吼有感染着吼，啊，你佫加1倍至2倍乌黑素啦吼，乌素就是讲无报出来吼，啊，你佫加迄个咱预防射咱若有70%以上的迄个人有住吼，咱即马是安尼，咱即马65岁以上的迄个是大人吼，差不多拄好伫差不多70%这个所在，所以有3成的个是大人。抑阁无注第3针吼，啊第3针真重要。实际上吼，你头前注的2针吼，慢慢抗体拢落来啊。所以你无注第3针，啊等于就是讲你头前注的效果就无法度维持。渐渐无去。对，啊所以为虾米讲咱最近迄个咱原来有足侪人过身吼，含这真有关系啦吼。第一就是无注的，第二就是注的迄个有的注2针，啊第3针无注吼。啊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啊咱的主要咱对讲即个10%啊甲乌素。甲疫苗的人数，咱实际上有即个条件开放无？有，咱已经有即个条件啊吼。是全世界大家世界各国的迄个条件内底，咱是有的。咱即马是较上担心的，就是含咱以前几啊个月来一直拢咧讲的，就是讲咱的是大人住的百分比吼，会当搁较悬的吼，就愈赞啦吼。你若讲80%、90%，我相信咱今仔日的死亡率会愈低，哦，会愈低嘿。啊，咱以前无讲过。啥物人着，少年的着，无啥物要紧。是大人着，就是有出一寡代志。是。所以这看，就是讲看你预防针咧注的，像是注伫啥物人的身躯顶，啊，着病的人是啥物人着？是安尼。是。老医师讲到黄立明医师所讲的话吼，伊针对即马开放边境的政策吼，黄立明医师嘛讲，即马伫重症死亡人数吼，确实有降落来，以及药物甲医疗量能有到业的时阵吼，会当来进一步开放吼。黄医师，你伫第一线做防疫的工作，你敢毋感觉即礼拜以来吼，咱北部的医疗量能有在增加，因为咱看到空床率转诊病房的空床率有提悬，啊，而且南部水泵较严重，因的空床率台南嘛，即马是28%，比顶礼拜较悬，是毋是安尼？这个部分吼，拄啊，大家讨论了啦，解封这是一定爱啦。是。
就是时间点，交拄啊讲的，咱咧做即件解封的代志的时候，伊的步骤啦，就是讲要微解封，微解封，一步一步来，是，是一个就该全解封啦。即我相信以咱台湾的经验啦，咱实际上即个议题伫咧今年初正月、2月捌讨论过，因为迄阵外国疫情因为有咧严重的时候，咱台湾阁真稳啦。咱实际上是到4月了后，才有即波的即个严重的即个奥密克戎的即个状况。是，所以迄阵嘛是大家咧想讲，未解封还是全解封啦。不过大家有一个共识，奥密克戎一个传染力足悬的啦。咱这边境阁安怎管加减伊阁会摄入来。一旦若摄入来了后，咱有可能就有迄个风险啦。所以迄阵大家对解封的问题加较保守啊。但是即马即个时间点无共款啦。拄咱两位来宾嘛拢有讲过，有真侪人应该传染着，嘛叫传染着。有乌素嘛，阁乌素咧遐。疫苗嘛做大概差不多啊。医疗的量能嘛拢有相当的准备啊。所以为了经济也是规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咱是毋是有机会考虑讲一步一步慢慢开放？特别主持人拄啊，交两位来宾嘛拢有讲着，即内底上大的方向是啥物人？就是咱中辈嘛，特别是无注疫苗的中辈。拄啊，咱主持人有讲了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咱医疗的量能，指挥中心每工拢会公布，其他的地区空床无论讲是专责这个病房、专责医院、负压病床，或者是这个中央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疫所，是地方防疫型的加强版的这样的旅馆，空床率大概拢是40几、50%啦。南区就是嘉义、关市、云林、台南。因拢差30%左右啦，顶礼拜搁在20几%，所以迄阵市长部长有特别指示讲爱增加100床的专责病床啦，所以即马差30%左右。这个所在最重要是啥物原因呢？因为咱每年台湾拢有咧做这22个县市老化指数的这调查，嘉义县是全国老化指数第1名啦，南投第2名。云林第3名啦，简单讲就是讲，云林交嘉义是一个中辈足多的农业县的所在，因为医疗的量能相对较无够。是。万一这阵中辈疫苗若佫做较无好的时候，这传染了后，伊的效果是足严重的啦。是。所以，咱这阵的防疫，包括拄仔讲的。无论讲是这中重症的这个治疗，或者是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是讲咱即马前一阵咧推动叫做 PCR 的迄个社区，还是讲大型的这个采检等等，咱拢伫咧追求一个物件，就是讲精准的防疫啦。就是讲国家的资源有限啦，要安怎用点的特别高风险的所在，然后这个族群用起来甲加强。是甲这个破口有可能补起来。是我相信，咱中央也好，每一个县市嘛拢咧做这努力。台北市对真刚开始咧做这代志，我感觉这交医术工会来合作，某一程度是真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讲进前我嘛咧咱节目有报告过，有一寡伊是家己独居的老人，行动无方便。搁再有一种私人障碍的状况，所以伊要出门去外口住医疗车有困难，所以咱对去年开始，就差不多有将近2000几个台北市的这种市民，咱工会就邀请基层的医生，包括咱周医师，包括咱脑医师，我大家嘛有，咱拢去厝的去开做3阶治疗啊。是。即马咧考虑后个月开始要做第4阶。是。另外，佫有一个状况，这2天开始，佫有一阵长辈伊同款，伊无法度出门啦，伊连快筛大家都袂晓做啦。已经有
呼吸道的一个镜头啊啦。所以这群人吼，你若无去甲伊关心的时候，伊有可能就是一个确诊的人，啊，然后呢，伊就对因兜吼有机会慢慢给传出去。是。所以咱金刚工会卫生局有派人叫咱工会去帮忙，其中有一个案例吼，足趣味的啦。啊，咱的医生下早去接受这个命令了，下晡就去伊厝的去来看，啊，开始就该做快筛，吼，阳性。所以我有甲这个医生讲，你出门的时候吼，你唔通讲吼，这个确诊了，伊家己一个人咧厝内住，你搁要叫吼，这个病人吼，啊，搁爱去你的诊所摕药啊，还是讲搁要拜托志工，还是讲叫做社区的药局。药师送药到府，迄种足麻烦的啦。是，你拢所有的药啊，你全部拢带倒去，包括吼咱口服的迄个抗病毒的药剂，有2种，帕佐洛维尔胶啊，那个莫纳迪亚韦，你2项拢带去，看你万一若是阳性的时候，适用倒一种。是，啊，伊一快筛阳性，这医师马上吼开伊一寡镜头治疗的药啊，啊嘛感觉。这个长辈因为伊有加其他的慢性病的药啊，所以伊就开较安全的莫纳提那韦互伊。哦。啊，然后嘛甲伊叫做居家照护的一个收案，这意思来讲，伊后壁这个医生会逐工敲电话起来关心。是。所以对一个这种安尼，伫咧社会的这个角落吼，无去看到的吼，咱需要病院也好，基层也好，大家吼共同合作，啊，甲拄我讲的。可能迄数字足少的，但是这个破口咱若无去注意的时候，有可能会对这吼探出去变到社区另外一个感染。安尼就是咱后壁讲要咧解封啊，还是讲要未来咱要行过这个疫情有无吼，都有伊的这个风险伫遐啦。所以大家都共同努力。是，黄医师讲了真好吼，咱。进前节目老医师嘛有讲过，咱的基层的医疗量能吼，会当做的代志是真济，嘛对咱防疫做真济工课吼。咱今来看，咱咧烦恼讲国外出现新的变异株吼，是 BA.4 甲 BA.5。啊，这2个变异株，你若去验着吼，啥物症状？症状的都是头痛、咽喉痛吼，拍骹像流鼻水，身体会痛，这甲武汉肺炎的各种的症状有相像吼，总是伊的传染力伊比 BA.1、BA.2搁较高炭，总是随便较高炭，伊的中重症率甲死亡人数无增加，毋过伊会互这个疫苗的保护力较强，意思是讲台陈秀熙教授有讲吼，伊有一个免疫走脱的特性吼。就医师这个免疫走脱的特性，敢是因为咱体内有这个抗体吼，认袂到这个 BA.4 甲 BA.5这款的变异株咧？因为即摆这吼，迄个变种的病毒吼，伊为什么要演化嘛？因为为着要活落去。吼，那就讲咱古早讲迄个吼原始株的啦，还是讲阿尔法啦遐个吼，啊德尔塔遐个吼，拢真毒啦吼，头一点因真毒嘛吼，啊真毒入去一个人内底了，啊一个人就无偌久就过往去啊，啊伊就无机会搁去传互别人，啊人若过往去，伊迄病毒嘛无法抓，吼，啊伊即摆吼就是轻症化，头一点轻症化就讲，即个人吼。也袂讲中重症的人真少，啊嘛有诶无症头诶，伊出去拍走，伊就会使传染互人嘛吼，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讲吼，伊即马吼，踮咧咱的迄个身体内底吼，伊会敢若讲变伊诶豆脱，就是无爱互你拎出来。吼，咱定定咧甲患者讲，哎呀，我即马互你流鼻，还是讲哪互你尿尿？听讲吼，有诶人无症头，我这是毋是即个叫做吼奥密克戎诶即个叫做感染安尼啦？我拢甲讲吼，即马即个病毒吼，演化到即马吼，伊真巧，伊拢假先讲吼，你表面看起来，伊敢若是一般诶感冒，一般诶迄个扁桃腺发炎，还是讲一般诶鼻炎，就是敢若一般诶，但是伊后壁即个乌手，其实伊是奥密克戎病毒，你若无伊个采检，你嘛毋知影。这嘛是共款，伊就是入来内底，像讲咱即摆医生咧看患者的时阵，你无像讲以前SARS讲你这个发烧，还是讲即阵阿尔法的时阵讲有诶，可能侪人什物头壳痛啦，什物即个鼻无啦啥咱会去也怀疑，即摆这根本就甲一般的镜头拢共款啦嘛。是，你讲医生外口一定毋知影，就是爱采检，所以大家毋知采检，伊就是讲快筛要用遐尼济嘛。
这嘛是呢，伊的演化吼，愈迄个变化的时候，伊会去导脱着讲，咱本来吼咧注这个预防车这个抗体来啥吼，伊会偷走去，互伊入袂出来。是。吼，安尼伊才有法度去传播，吼，会才有法度吼，过去存活落去嘛，吼。所以这演化就是讲吼，伊这病毒吼，有才有法度吼，一直个流传落来。啊，无话病毒即马可能就是互这病过啊，无去啊啦。哦，因为活无久嘛，啊，这才有法度讲，一直吼会当存留落来安尼。是。老医师，咱即马来看一个数字吼，咱进前节目有咧讲，这病毒咧传就亲像周医师所讲的，伫这个世界是是咧求一个平衡啦，亲像Omicron 较高传，伊渐渐就取代Alpha 甲 Delta。总是咱看到 BA.4 甲 BA.5吼，伫英国感染到 BA.4的12%，BA.5是18%吼，伫美国 BA.4 5%。BA.5是7%啦吼，总是咱看到新冠病医洪主任副院长讲，伊咧讲吼是亲像南非BA.4甲 BA.5还袂真做主流，伊就已经疫情就开始咧结束啊。总是咱知影BA.1、BA.2搁较高传，是安怎伊较高传煞无变做主流咧？我想这含咱拄仔周医师有讲过嘛吼，就是讲伊要安怎搁活落来的时阵，就是讲。咱拢有注意用啥？伊爱安怎去闪你的抗体？吼，你的武器对伊无效，还是讲你拍袂着伊？吼，这种的方式，伊才有法度活落来啦。吼，因为我想 BA.4、.5，主要是.5啦。吼，.5愈到位。这个，但是因为咱看迄个国外的资料吼，因差不多2个月前的时阵 ，BA.4、.5就开始出现啦。但是伫世界各国的内底吼，咱即摆看到上侪多样就是英国的即个资料啦吼。其他所有的国家的伊的 BA.4、.5实际上有大爆发无？无吼，无。所以为虾米咱一寡专家拢咧讲，安尼是毋是咱需要？吼，因为安尼在影响着讲咱国门要安怎开放的即个问题吼。我想要开放的即个问题内底，即马是考虑上侪就是即个问题啦吼。是毋是因为你开放的时阵，伊 BA.5会搁入来会搁为什么变做搁一个爆发？我想大家咧考虑的就是即个问题。但是世界各国的证据来讲的时阵，目前实际上是无啦吼，目前实际上是无。所以是毋是爱需要遮尔担心讲即个问题？我想咱爱说哩，但是毋免讲安尼，讲做都惊讲因为伊会入来，所以咱就毋敢开放。是，毋过咱看到伊的中重症率甲死亡人数吼，煞无增加，安尼是毋是咱会当家己也做讲，伊甲 BA.1甲 BA.2无啥物前差，可能是袂互咱的疫情搁较严重。应该咱就是安尼考虑，为虾米？咱咧讲Omicron的时阵，一开始入来的时阵，咱就讲，病人的人数毋是咱咧看的重点，咱咧看的重点就是你的重症的病人是毋是有济，你的死亡率是毋是有悬。你这个所在若无悬的时阵，你病人数人济，实际上是较无啥物遐重要。虽然是讲咱安尼讲吼，伫美国的因的统计吼，Alpha的死亡率，甲Omicron的死亡率，Omicron因为伊为了碳的base足悬的吼，所以实际上伊的死亡率是Alpha的3倍。是。哦，这是因为话着的人济，但是你若一比一来比的时阵，实际上伊是较无遐毒。我想，因为主要重点就是讲，伊的死亡率、伊的迄个重症率无较悬吼，无较悬，所以实际上，我想咱就是注意，但是毋免讲安尼，家己起来做，咱做一个开放的步调，迄个甲停落来关键的迄个原因啦。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吼嘛有在烦恼讲，幼囡仔伊得着病毒了后，虽讲是好哩，毋过6礼拜了后，可能会发生这个多系统的发炎的症状吼。这个报道咱先来看。确诊数庆管指挥中心12公布增加中重症446例，其中5例重症囡仔得到 MERS-C， 其中上少年是1名2岁查某囡仔。确诊20天了后，雄雄发烧真悬，有结膜炎，操唔治。另外3名6到10岁查甫囡仔 MERS-C 并发混合加急性膜肠炎，目前病情拢有改善。那我们国内目前就是经过研判公布的MERS-C个案累计已经有8位哈。
年龄就是从最小的今天的这位2岁到10岁的个案都有。那其中6位小朋友是在5岁以上这个年龄层，5岁到10岁这个好发的年龄层哦。指挥中心提醒，囡仔确诊6礼拜内继续发烧，而且出现目睭出血等6大症状，要马上看医生评估。卫福11早起也针对灭死开临床处置嘅案例研讨会，其中医师推估台湾未来1个月可能出现167个灭死个案。很粗略的用人口的比例去换算，我们的疫情如果跟美国类似，发生率类似的话，我们1年可能会有650个左右的这个灭息的个案哦。那用这个比例算下来哦，我们预期在最近我们会看到这个160几位的这个灭息。伊分析灭死的发生可能是甲一寡有特别基因的人伫感染了后会出现失控状况。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减低囡仔新冠疫苗自第2剂计4到8礼拜。前卫福部长林兆宪表示，减低住的时间对预防囡仔灭死发生有帮助，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这个囡仔人吼多系统发炎的症状，咱叫做 MIS-C。这个 C 意思就是囡仔人的意思吼，伊发生伫6岁到12岁上济，就是染疫了后6礼拜，发生着身体侪的系统开始在发炎吼，发生的几率，咱无伫这个刀卡面顶是1/1000，啊，这1/1000发生这个状况内底吼，死亡率是1%到2%吼，咱若是要注意囡仔人敢是有这个MIS-C的状况吼，就是若是你染疫好离了后6礼拜，若是出现发烧吼，拢未退烧，另外有假的症状，譬如讲走白，也是讲会吐、起荨膜、目睭充血。也是讲头晕，这个状况就要赶紧来注意吼。就医师，咱看到咱即马咧烦恼的这个MIS-C，虽然咱真烦恼，不过医界拢讲伊发生的这个机转吼，咱也无啥了解啊。这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反应吼，是安怎囡仔人的免疫系统会伫好离了后6礼拜有1/1000的人会发生这款的状况？其实吼，咱头拄仔嘛有讲过啦，吼，讲即个病毒吼，伊嘛是搁咧演化，即个是一个新的病毒嘛是甲2年外从原始株甲即嘛变几啊摆去嘛吼，所以咱对于吼迄个得着了吼，咱讲有即迄个好了，是毋是还阁有啥物变化？其实咱无讲真了解啦吼，所以讲即马咱为这世界各国嘛出现着即个吼 MIS-C 吼。冇 MIS-A 呢，冇大人呢，嘿，但是这 MIS-C 是较济吼，所以咱会去注意，尤其是幼囡仔啦吼。咱吼叫就是，譬如讲我最近吼嘛是有一个患者吼，伊就是快筛阳性啊，我甲伊通报去，但是伊是一个母乳啦吼，有一个迄个囡仔甲大人带做伙啦吼，但是伊第2天吼，伊嘛人拢活跳跳走来走去，但是伊就出一个敢若进出来吼，敢若浸毛出来。这个爸母就开始咧担心嘛啦，因为伊看到这伊会惊嘛，吼，也会惊嘛，咱就用迄个吼，视讯甲看卖啊，吼，看讲这人就活跳跳，因为伊这吼条件真济啦，吼，但是咱的爸母吼，伊会看讲某一个吼，伊就甲放大，伊讲这有劲，可能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其实是对咱的爸母的迄个吼，做人爸母的吼，伊心情的压力是真大的吼。咱有讲过嘛吼，就是讲吼，这个吼免疫系统吼，咱免疫系统是敢若咱吼，咱的迄个咱的军队甲警察，吼，咱有派人入来巡吼，境外派人入来巡，咱要去甲抓起来，要甲拍死，吼，才袂去妨碍到咱内底正常人的生活嘛吼。这个吼，伊这毋知啥物机转吼，互咱吼，咱的迄个警察啊，还是咱的军队吼，甲咱的迄个咱地正常的人民吼，当作歹人，是去甲拍。所以你甲攻击的时阵吼，好人你甲拍都吼，对伊当然就是咱帮要甲迄个细菌啊，啥物病毒甲赶出去共款嘛，所以说会甲破坏掉。其实过来就是讲，伊是多系统的，啥物系统弄出来，你看这后腹肚疼啦、吐啦、啥物吼、目睭啦、头壳晕啥物出疹啦吼，所以这个吼多器官的这个发炎吼，咱嘛有讲过讲发炎有2种，这个就是讲叫做 inflammation。吼，伊叫做 inflammation 吼，毋是伊个 infection 吼 ，infection 就是咱即个病毒，也是即个细菌嘛，吼，所以即个就是一种吼免疫个反应吼，这其实就
真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病症吼，大人嘛有来遮，其实这是新的物件吼，所以咱特别是看世界各国吼，看讲诶统计是偌济是偌济，但是伊的迄个比如讲1/1000啊，1/1000内底死亡率是1至2%，啊，其实咱讲起来吼，咱讲什么是叫做常见吼，定来看到的吼，其实超过1%就算常见啦。你莫讲1%真少哦，其实1%已经算真济啊。是，所以这个对于咱的迄个囡仔人吼，是大人吼，其实压力真大啦吼。啊，咱嘛是讲吼，尽量吼教育讲吼，咱的迄个家长吼，会使注意这个代志。啊，咱即摆吼一寡吼亲情的照顾吼，即摆拢基层医师像阮3位吼，拢有照顾足侪亲情的患者嘛吼。啊，伊好了吼，阮普通吼，阮甲伊拢有接触伫的吼，因若迄个离开讲迄个隔离完了，已经康复啊了吼。伊嘛是拢甲阮保持有联络，吼后摆有啥物代志，其实有啥嘛有问阮吼。我即摆是咧想啦吼，这是毋是咱7天隔离了，这患者好了，咱就个放伊去咧？这毋是安尼。后摆若讲吼有啥物问题的时阵，其实我拢虽然咱毋是讲做这个代志有啥物收入来讲吼，其实我嘛是真愿意讲吼来观察这个囡仔人吼，伫咧2至6礼拜内底，是毋是有这个代志？吼，啊那我拢甲迄个家长交代讲，你吼虽然是好啊。吼，但是你好啊了后，你若有啥物问题，你原来会使写伫咧顶悬，我有一个迄个敢若 Line 的迄个 APP 内底，我若看到了，我会替你回答。是。吼，虽然这做这个代志是无讲有啥物收入的，但是我嘛感觉足有意义的吼，会使互即个家长安心啊。若是讲看到正经真实的时阵，伫咧第一时间送去病院的时阵。其实吼，咱若是送较紧的吼，莫讲吼，即个发炎伤厉害的时阵，咱伫咧病院内底，原来会使做一寡处理啊吼。所以伊若1%至2%吼，甚至咱若较早发现送去吼，应该这趴数会够降较低。是。洪医师，咱即马随网有8个囡仔吼，有发现即个镜头吼，总是较大无即个死亡的状况。咱知影即个送去病院，囡仔有即个导气管的发炎的症状，咱会甲吊大肠。啊，即马嘛有在讨论讲，敢是要增加即个免疫的2倍吼？啊，洪医师在你看发生即款状况哦，除了赶紧送病院了后，咱是大人会当安怎处理？咱即个 COVID-19 的即个病毒吼。传染入来咱身体，一般吼，伊有3个过程的反应啦。第一个过程就是讲，病毒入来咱身体，咱身躯要甲伊交伊来作战，啊，伊就发生一寡拄我讲的发炎的迄个反应，小可发烧啊，身躯酸痛啦，还是讲咱即个上呼吸道的即寡症头。大部分咱的身体抵抗力若袂歹，佫有做过疫苗。是应该用咧甲这病毒，甲伊排除掉。是，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伊有可能会变作这个病毒较厉害，走去咱的细胞，变作细胞的发炎。第3个阶段，这个病毒毋是干那走去细胞，伊会走去规身躯，走去咱的血内底，变成咱拄周医师讲的免疫方面的反应。这个反应呢，伊叫做免疫风暴啦，就是讲身躯伊会。咱的这个白血球，咱的血液系统会释放出过量的这个叫做 cytokine， 这个会个吸引咱的大肌的拄我讲的这白血球走去迄个所在辨识错误，甲咱正常的这个细胞安尼造成一寡发炎的反应啦。是，所以就变做后壁有可能就是重症。这种影响呢，毋是干那伫咧一个器官细胞，伊规身躯拢会有啦。是，咱的免疫内底有一种免疫的反应，是这个外来的物件入来咱身躯，伊马上就有这个反应是一种，有一种是加较急性，伊可能几点钟到几工内底，有一种是搁愈后壁才反应啦。所以咱即马讲的这密斯吼，特别是对拄仔讲，一囡仔，咱即个囡仔来讲，伊的免疫的系统未遐尼发展了。真成熟啦，非常成熟，所以有人的反应较无够，有人的反应加较过度啦。所以拄啊，国内外的数字拢甲咱讲，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呢，基本上毋是定看到的状况啦。是有讲到讲，若是有注预防下，有会减少这个几率到90%以上吼。这抗体
疫苗的抗体入来咱囡仔人的身体内底，是安怎会当阻挡这款的状况来发生？对，啊，这个代表讲，咱要来这个克服 COVID-19 的病毒，唔是干那靠咱身躯的免疫反应，是，嘛是要靠咱身躯已经有一种叫做被动的免疫，即个抗体伫咱身躯顶啦。是，所以基本上，真重要的代志就是鼓励咱的小朋友，赶紧父母带因去甲这疫苗做为好。啊，伫咧这个所在，我共款交周医师共款的看法啦。啊，我伫这段时间啦，基本上MERS会较近的病人我无看过啦。啊，但是吼，就是讲伫咧居家隔离的中啊吼，迄7天内底，咱这小朋友吼，皮肤有当时啊会起一寡疹子、红疹，或者是伊咧喙吼草莓舌头变啊足红的，目睭也变足红的，啊囡仔发烧啊2-3天，这种反应的囡仔其实是有的啦。迄个我拄仔讲的，伫咧急性期的免疫反应啦。是。然后呢，伫咧后壁过几礼拜了后，再搁发生呢，即我相信，咱这个疫情吼慢慢变化。啊，拄仔讲的居家这个照护吼，伊伫咧居隔期间啊，居家隔离期间吼，咱若我都有较好的这基层的医生，用咧交这病人的家长建立拄仔讲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吼，啊有问题就甲咱问，啊咱就甲伊说明，啊提醒注意什么代志。我相信吼，伫咧居隔期间，交伊解隔了后，这种风险的片面吼，应该是一个足大的帮忙啦。所以我简单讲来讲，就希望讲较近的病人留喺厝内底，免去出门，一定要好啊交附近的基层的医生居家照护，把身体照顾好。